后来两大外送平台今仔日嘛拢来下这个红台价，所以为昨暝开始到今仔日早起，有真侪民众拢赶去大卖场甲超市抢买粮食，讲种一寡肉啦、青菜甲矿泉水，昨暝就拢互抢买了咯。大卖场的统计，卖上多就是泡面甲水饺，若胖嘛真侪人买，因为万不一若停电停水，啥物拢袂当煮的时阵，就是食胖上介理想。 因为他们喜欢吃泡面，那我们就买泡面。平常泡面最简单的，比较好煮。哇塞，人家都买泡面，你都买面包呢？对啊，面包比较那个及时啊，想吃就有啊。瓦斯啊，卡式瓦斯炉啊，平时要在阳台烤的时候就可以用得到。哦，烤肉啊，对，啊，反正风很大，火就更大。是啊。大卖场泡面区这边的人员咧补货，那边都补好的泡面就又搁未了了啊！警察2档的红台架，台北的民众透早就出门，赶来到大卖场来抢货。都做好的胖是一路接一路，就惊准备了无够。面包有多快？对，不然万一停电怎么办？啊，对。煮啊，面包拿来就可以吃。停水你也不能煮泡面，对不对？对，面包最方便。那你自己有没有准备？我不用啊，我就来公司吃就好了，因为我都要上班啊。因为外送真悬嘛，对咧放红台架，不过大家报道是将来无咧放假。为昨暗8点，双北家人宣布放红台架开始，真侪人就出门先抢先赢。青菜区无啊，肉类区未了啊，当然矿泉水嘛红扫了了。想不想再多放一天？想啊，想多放一天啊。这样连着6日一路放下去，这样。对，最好是放4天最好。大的，你上班是真够嗲个，无该大家拢唔拿买一点点啊。大卖场送的，大家买上济冠军就是泡面，再来个水饺、卫生纸，也有矿泉水，竟然连酒都摆有名。喝帮就忘了，有可能哦。那你的台风假会比别人多？比人家多一点，多睡好几天。多睡好几天。天气变种，物件穿好这东西，出门嘛爱洗哩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